呢段引導靜觀係幫助你嘅身心放鬆，慢慢進入睡眠嘅狀態。你可以喺任何時候都聽呢一段靜觀，無論係想日頭休息一陣，定係夜晚進入一個漫長嘅深層睡眠。而家我哋一齊嚟一個大大嘅呼吸，吸進空氣，然後慢慢咁呼出嚟，再嚟一次，輕輕咁吸入，感覺好好。跟住我哋一齊數1、3，停一停，然後慢慢呼氣，6、4，後再嚟一口，根據自己嘅節奏嘅呼吸，輕柔、溫柔咁吸入，再慢慢呼出，好好。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邊，幾個舒緩嘅呼吸，已經係送俾自己一個身心休息嘅好方法。我哋再進一步，進入一個深層、瞓得好甜嘅放鬆狀態。我邀請你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右手掌，慢慢咁放鬆每隻手指，跟住留意你嘅手腕，邀請呢個部位都放鬆落嚟。吸一口溫柔嘅氣，想象一下放鬆嘅感覺向上延伸，去到你嘅前臂、手踭，再上到你嘅右邊上臂。吸嗰陣，感覺你嘅右邊膊頭慢慢下垂，放鬆落嚟，留意住你嘅呼吸點樣流入你嘅臀部，然後感覺一路向下流過你嘅右腳、大腿、膝頭、腳丫、腳掌，甚至乎係你每一隻腳趾都開始放鬆。再嚟一口溫柔嘅氣，讓內在更加平靜安寧。吸氣嗰陣，想象住放鬆開始慢慢去到你嘅腦海入邊，細細放鬆嘅波浪由你右邊嘅耳仔流過，包住你整個頭嘅右邊，慢慢擴散去靈魂嘅入邊。你會感覺到你右邊成個身體、成個腦而家都完全放鬆晒。瞓覺就係咁舒服，當你放鬆落嚟，好好啊！而家我哋將注意力轉到去你嘅左手，留意你左邊嘅手掌，
每隻手指慢慢咁鬆開，吸氣嗰陣，呢種溫柔嘅放鬆感覺開始流入你嘅手腕、前臂、頭踭。呼氣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你左邊手臂、上臂都開始慢慢下沉，越嚟越放鬆。你左腳開始有反應，放鬆嘅感覺一路流去你嘅左腳、大腿、腳掌放鬆，腳趾都開始鬆晒。輕輕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感覺你嘅呼吸就好似輕輕按摩你嘅腦一樣。你左邊個腦而家開始放鬆晒，舒服晒。再吸一口氣，注意力擺咗喺你嘅頭頂，感覺頭頂嘅位置開始放鬆，慢慢咁樣嚟，膊頭再沉啲，再放鬆啲，脊椎一節一節咁樣鬆。你背脊有33塊骨頭，而家逐塊逐塊咁鬆晒，腰部放鬆，吸氣，氣，感覺淨化咗一樣，整個人更加平靜。髖骨、臀部、大腿全部都放鬆落嚟。而家我哋繼續吸氣，進入更深層、更深層、更寧靜同埋更有水。你會再做一次身體掃描，將放鬆帶到身體嘅正面。注意一下你嘅額頭，睇下有冇緊張或者好重嘅感覺，讓佢哋慢慢融化，然後放鬆，輕輕咁吸氣，填壓、前腕都開始鬆晒，你對眼而家開始放鬆，即使有輕微嘅喐動，都係正常嘅放鬆過程。少少肌肉慢慢開始釋放壓力，留意住你個鼻，輕輕咁吸氣，感覺空氣好溫熱，後鬆開你嘅額頭、嘴巴、鼻部浮起，或者輕輕咁擺喺牙齒嘅後邊，喉嚨都開始放鬆，隨住你每口嘅呼吸，肺部都開始感覺到平靜，氣流流入心臟、肋骨，
再落到我哋嘅肚腩、內臟，慢慢放鬆，同你一齊呼吸，一齊休息。而家你成個身體都放鬆晒，好舒服。我哋而家邀請你，心開始進入一個更平、更深嘅平靜。我邀請你，而家握緊拳頭，用力5秒，然後完全放鬆。再嚟，雙手嘅手臂，用力5秒，然後完全放鬆。再嚟到胸口、部，用力跟住完全放鬆。而家雙腳一齊用力，腳趾撲埋5秒，再完全放鬆，完全釋放晒所有嘅緊張。請你而家進入一個完全唔使做任何嘢嘅狀態，繼續呼吸，讓自己就咁樣存在，讓你嘅身體做返你應該做嘅事，去調整，去療癒，去休息。身體知道點樣照顧自己。當你個腦願意放手嘅時候，身體會用神奇嘅方法重整自己。瞓覺同休息係俾個腦放手，等身體好返嚟。讓你自己而家瞓一陣，或者慢慢進入一個深層、好靚、好療癒嘅睡眠。